有各位大佬仔呢度，我跟唔跟？我唔跟。係啊！喂，沙老師坐穩啲噃，我哋廣東龍船唔係只得漂移咁簡單㗎。呢度有最強嘅臂彎、最正嘅肌肉、最鬆弛嘅狀態、最齊整嘅動作、最緊張嘅競速、最靚嘅仔、最萌嘅 baby， 當然仲有多麼堅毅的目光。無論係萬箭齊發嘅壯觀，抑或係單槍匹馬嘅孤勇，穿越城市 CBD， 爬入古川水鄉，勇闖南澳海灣，有水就有龍船爭壓道啊！村民、白領、學生、baby， 大爺大媽輪番上陣，男女老少扭成一副繩，旨在代代傳承。目標唔係爭金奪銀，而係唔好輸俾隔離條村啫。鄉賽、校賽、省賽、灣區賽、國際賽、英賽嘅盡賽，全民連龍舟賽更將係百舸爭流、百花齊放，東西南北中離廣東睇超然爬龍船啦喂！寧可煲爛不可爬慢，廣東人永遠奮勇直前，劈波斬浪，力爭上游。抖音。